回顧朱鎔基嘅一生，佢曾3次離港考察。朱鎔基第一次嚟香港係喺1990年嘅6月，佢以時任上海市市長身份出席滬港經濟合作研討會。第二次係喺1997年9月，香港回歸祖國冇耐，朱鎔基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嚟香港出席世界銀行同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年會，並發表演說。朱鎔基第3次離港考察係喺2022年11月18日至20日，喺香港面臨嚴重經濟困境、市民信心幾乎渙散之際，朱鎔基喺多個公開場合力挺香港，更高呼我愛香港。佢承諾，我們也將繼續始終竭盡全力，動用我們一切可以動用的資源和手段，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2022年11月19日晚，朱鎔基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喺香港禮賓府舉行嘅歡迎晚宴，席間佢針對當前香港嘅局勢發表咗近半小時嘅演講。朱鎔基站喺國家發展大局嘅高度，對香港未來寄予咗厚望。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喺呢個時候，會場上早已經響起一片熱烈嘅掌聲。朱鎔基更深情朗誦獅子山下歌詞，勉勵港人發奮振作，自強不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勢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讓我們大家用艱苦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我愛香港，謝謝。喺結束演講之際，朱鎔基突然高呼我愛香港，會場氣氛再度沸騰，掌聲經久不息。當晚香港所有電視台不斷反覆播放朱鎔基總理嘅呢段演講，而第二日香港所有主流媒體均以頭版頭條報道朱鎔基總理挺港言論。我愛香港同引用獅子山下勉勵港人等，都成為全港各大報章嘅大標題。